有一名台灣人壽的員工涉嫌利用台灣人壽和中信人壽合併了後系統的漏洞，對2020年開始呢，詐領這客戶貸款的金額1600萬，檢方依照詐欺等罪嫌甲起訴，求刑3年10個月。那金管會的這個保險局也講，去年12月接到業者的通報，目前有在處理，也檢視內部管控感受照做，若准違規，針對一項違規的行為，上濟會當罰到1200萬。迄當作握手做伙翕相，中信金宣布講收購台灣人壽，旗下的中信人壽刷落來嘛和台壽合併，但檢方查出一個員工利用合併了系統的破口，涉嫌甲保護的貸款摕來家己用，4年詐取超過1600萬，當面是9件半磚仔惡一個手段，以詐欺等罪嫌起訴，求刑3年10個月。涉犯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存文書、業務侵占、洗錢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訴。檢方查出兩間公司合併了後，是沿用中信人壽本地 LSP 收費作業系統。涉案的這個姓楊的員工發現講，本地的台壽的職員攏袂曉操作，公司嘛無訂備份。部門的主管為了家己方便，佮甲服役的權限交予伊，加上合併的時陣的資料對接有失當，互系統出現無正常。貸款的時陣唔免繳回財務部，一開始想空想胖，專門經坑加固，保護嘛我們的貸款下手。公司在去年12月有跟我們做重大偶發，目前還在處理中。那如果我們最終確認是有違反保險法相關法令一個違規行為的話，我們是會60萬到1200萬的罰款。但是出現內鬼，金管會保險局回應講，只要確定內控無落實，但一個違規的行為會當罰60萬到1200萬。這是檢方閣查出一個涉案的員工，閣替公司900多張超商的禮券提去換現金，就連保險局都無接到業者的通報，收落來會一個一個去檢視。是利用客戶對你的信任嗎？金融業的職員涉及不法，在國內時不時攏會出現。大新銀行捌有理專，侵佔3.5億客戶欠的錢，判刑11年半確定。最近幾年嘛出現真儕間銀行的職員涉嫌含詐騙鬥坑，內面大中小銀有真儕各家經理人涉案，銀行方當罰3200萬創紀錄。在一般的金融業裡面，它一定會有第一道防線、第二道複合的防線嘛。你設計了機制以後，那重點在於你的機制有沒有辦法落實。金融機構風波真濟，有學者認為講，其實銀行這單位攏有相關機制來防備案，但重點是佇個內控敢有充分落實。記者綜合報道。